我遇到一個個案，佢係一個人哋眼中形容佢係沉迷打機嘅人，可能每朝早都會唔願返學，夜晚就凌晨4、5點先會瞓覺。喺好多人眼中，佢就係一個缺課學生。當時我用咗一個家庭治療嘅視角，我約晒佢哋成家去傾偈，發現原來佢嘅缺課係因為佢要留喺屋企保護緊一個俾爸爸家暴嘅媽媽，保護緊會俾家姐粗暴對待嘅媽媽。佢要留喺屋企，媽媽先係會得到保護。其實家庭治療就係一個讓家庭嘅互動喺我哋面前呈現，等到我哋可以揭示到或者可以聽到家庭一啲從來冇俾人見過嘅溝通模式，或者一啲問題嘅存在。有啲家庭故事就係咁樣揭示出嚟。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試下一個我哋用全新嘅系統視角，一個關係視角去看待我哋身邊嘅問題，或者我哋所接觸嘅一啲服務使用者，咁歡迎大家都可以留意下呢個課程，俾我哋一個一齊學習嘅機會。